提摩太後書第1章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。願恩惠憐憫平安，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。我感謝神，就是我接續祖先，用清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禱的時候，不住的想念你，紀念你的眼淚，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，好叫我滿心快樂。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，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。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，再如火挑旺起來。因為神賜給我們，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，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，總要按神的能力，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。神救了我們，以聖召我們，不是按我們的行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這恩典是萬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，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，才表明出來了。他已經把死廢去，藉着福音，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。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師傅。為這緣故，我也受這些苦難。然而我不以為恥，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，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，或作他所交託我的，直到那日。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，常常守着。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，牢牢的守着。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，這是你知道的。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奇尼。願主憐憫亞尼色弗一家的人，因他屢次使我暢快，不以我的鎖鏈為恥。反倒在羅馬的時候，殷勤的找我，並且找着了。願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憐憫。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的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